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 CVS 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優惠，可以用 coupon 啦、extra 筆啦，最後可以唔使俾錢。Cereal 仍然1個9.99，喺艾巴達買2盒攞返1蚊，即是每盒個半，買2盒啦。一買焗雞牙膏，而家每支3個9.99，買2支仲有3蚊 extra 筆，我仲有4蚊 coupon 添。打埋真係好平喎，唔使1蚊1支，買2支啦。最後就買咗3盒嘅 Cereal 同埋2支牙膏，睇下幾多錢啦。而家14個5毫3，購埋 extra 筆睇下幾多錢啦。29 cents。最後買咗3盒嘅早餐谷物片，2支嘅牙膏，5件嘅產品，最後購埋4蚊嘅 coupon 優惠券同埋 extra 筆，最後唔使俾錢。買2支牙膏仲攞返3蚊 extra 筆添，下次又可以再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